但是我印象中，因为迄年你有一个足神奇的一个完成的一个目标，就是这两支总是同一个作品啊。对，迄首叫潘丽丽小姐的画眉画眉。画眉嘛，画眉，写流行歌是我文学的手段，手段，毋是目的。手段我是讲，因为我写诗嘛，写诗伫台湾的即个出版市场，还是讲咱阅读的迄种趋势内底，大家拢无爱看诗啊，因为诗拢写互看无啊。所以我写诗的人，我家己爱反省，像那你写的诗，互你的读者看无。所以我就要写讲，互读者看有的诗，但是呢，伊阁有诗的质感。要安怎？所以我较早想着咧讲，无甲我的诗吼，来甲流行音乐做结合。流行音乐是大众流行文化嘛。是。所以咧，大家先听，介意即个旋律，介意迄个歌，伊就去看歌词。看完，这歌词呢，甲一般歌词无共款。所以来读到你的诗。对。我也希望讲我的歌呢是引导咱的听众读者，要踏入诗的国度的楼梯。